台湾话，风浪，应该安怎讲？安怎写。红影内容是从教育部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引用，释义风浪，指海上的风浪。里今仔日风影真大，是毋是风台要来啊？今天风浪很大，是不是台风要来了？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，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。谢谢，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